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飛羽球。今次應該係我第一次喺 YouTube 上面講嘢啦，而我會分享嘅就係喺小童群益會裏面大杯賽裏面我用嘅牌組，就係呢副超級雪耀女。咁你哋就睇下我用咩牌組啦。寶可夢就有超級雪耀女 EX 3張，普通雪耀女特性係可以點傷嘅2張。雪童子4張，盡量全部都擺70點 HP 嘅，不過因為我得1張咁，所以我就係擺1張。怨真元3張，含羞包1張，沙靈仙人掌1張，謝米類似歐標咗嘅馬納菲，即係有差唔多特性嘅馬納菲1張，同埋吉子雞1張。我哋而家睇下物品有乜嘢啦。物品呢，我就有擺咗1張交替，2張巢月球，2張高級球，2張好友寶分，2張大地容器，1張能量轉移，1個反擊捕捉器同埋1個厲害釣竿。我哋睇下道具卡有乜嘢啦。道具卡有乜嘢呢？分別係1張氣球、1張演進碟同埋1張將1階進化嘅寶可夢受到嘅傷害減30點嘅腰帶。我哋睇下支援者有乜嘢啦。支援者有1張博士、2張奇樹、2張派帕、3張莉莉艾的決心，決意講錯咗嗦。1張赤松、1張吳松、1張水蓮、2張阿塞羅拉同埋1張老大的指令。我哋睇下競技場有乜嘢啦。競技場有圓形競技場1張同埋阻礙之塔1張。我哋睇下能量卡擺乜嘢啦。能量卡就係有1張 Ace Black 嘅古舊能量，2張夜光能量，7張水能量，同埋3張惡能量。呢個就係我嘅牌組啦。好啦，咁下次見啦，拜拜。